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7天。我们看看双方的战况。根据媒体报道，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增援，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战况激烈。围绕着这个红军城，双方继续在那儿绞肉战，大打出手。乌军第聂伯战役战略军团发言人别利斯基声称，前线最激烈的战区之一波克罗夫斯克叫米尔诺拉德城市群昨天爆发39次地面战斗，而今日至目前为止两军交火已超过20次。这说的是9月5号。别利斯基说，敌军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维持所谓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的控制权，正从南向北调遣预备队。该地区存在一条仅约6公里宽的狭窄通道，目前已处于乌军火力全覆盖打击之下。乌军的炮兵、迫击炮、反坦克导弹以及轰炸机均投入了战斗。某旅报告称，已俘获一名战俘，北部区域仅有一条乡间土路可以通行，被俘俄军称其为死亡之路，沿途可能丧命或沉尸多部罗皮利亚地区。正所谓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新帕夫利夫卡方向，也就是与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交界的地方，过去24小时发生了28次交火，该战区局势持续紧张，但仍在乌军的掌控之中。俄军派出大量突击小组，说从先前的5人一组转为如今2人甚至单兵行动，其战术目标是渗透乌军阵地，等待后续部队或司机建立据点。在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行政边界附近的叫沃斯克列先卡村，激烈战斗持续不断。俄军以小股部队潜入，拍摄插旗视频。这些所谓的死亡小队通常很快会被乌军发现并歼灭或围捕。该地区事态变化极快，敌军潜入后即被消灭，双方阵地仿佛易手。暂无证据表明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了稳固的据点，即便短暂潜入也会很快被清除。这个发言人别列斯基同时指出，俄军正从苏梅州和赫尔松方向向顿涅茨克州重新部署部队，调遣海军陆战队、摩步营、步兵及整个夏季战役中保留的预备队残部。这些增援部队主要投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和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俄军急于维持该区域的控制权，旨在向西攻取波克罗夫斯克与米尔诺拉德，向东包围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切断乌军的后勤路线。这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双方这个非常激烈的战斗啊。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9月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正在将总统旅的一个营调往苏梅方向。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部队总统旅第22独立营已恢复战斗力，正被调往苏梅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统旅第22独立营参加了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华尔街日报它9月初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乌克兰成为首个人工智能指挥无人机战斗群的国家，有实战经验。他的文章这么说，他说人工智能无人机群现已进入战场，在新的战争前沿，乌克兰正在利用 AI 技术让无人机群独立于操作员做出决策。说乌克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协调无人机机群战斗的国家，
这项创新技术预示着未来战争的到来。据一位乌克兰高级军官和一家 AI 公司称，乌克兰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实施集群攻击。集群攻击融合了现代战争中日益流行的两大力量：人工智能与无人机。乌克兰人工智能无人机初创公司开发的系统，可以赋能无人机群进行决定哪一架先发起攻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介绍，当战斗群中其中一架无人机电池耗尽时，人工智能会做出调整，安排其他无人机完成剩下的任务。这个《华尔街日报》还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和欧美对武器的使用的限制，乌克兰被逼成了无人机技术和实战方面的专家国，而敌对方俄罗斯在这方面逊色很多。他说，3年来，俄罗斯的战争理念和武器的进步非常缓慢，从二战时期就使用的人海战术依然每天在用。9月5日凌晨，乌克兰第14无人机团宣布，该部队与国防军其他部队配合，成功袭击了敌方战略能源设施梁赞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4大炼油厂之一，年加工能力达到1710万吨石油，这个占俄罗斯联邦炼油总量的 6.1%。该企业境内发生大规模火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监测数据证实了这一情况。火灾的具体后果正在进一步查明。攻击造成的火灾发生在距离乌克兰国界470公里的地方。第14团的士兵还袭击了卢甘斯克的一个油库，袭击导致现场发生爆炸和大规模火灾。袭击的后果正进一步查明。这2家工厂都是为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和运化油。这个梁赞炼油厂，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是隔3差5就炸一回啊，恐怕一直是处在维修之中。防务快报报道，他说，在俄罗斯特维尔州方向，一天以来，距乌克兰边境500公里外的这个叫特维尔铁路枢纽发生爆炸，爆炸导致整个车站关键设施被摧毁。该行动是由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下属的萨满特种部队策划并实施的行动，堪称教科书级。萨满特战分队通过伪装一路渗透到了500公里外的特维尔州。凌晨5点，渗透小组在铁路油罐车下装好炸药后引爆，大火和爆炸吞噬了整个车站。该铁路枢纽目前已经瘫痪。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叫叶列茨市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地报道显示，叫恩尔杰亚工厂很可能再次成为被攻击目标。该工厂以生产无人机电池及海空军动力系统而闻名，也就是一个军工厂再次遭到袭击。根据乌克兰官方的统计说，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叫马扎尔·罗布夫迪在其电报频道中宣布，8月份，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对俄罗斯境内的17家炼油厂发动了袭击。这些行动在俄罗斯不同地区进行，目的是打击侵略国的军工复合体。他列出了一个详细的清单，无人机系统部队跟哪支部队合作，打击了哪一家炼油厂，是哪一天。我看8月2号，梁赞炼油厂被炸，这个昨天梁赞炼油厂又被炸。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马扎尔·罗布夫迪此前曾表示，2周内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下降了 21%。此前，路透社计算出对10家俄罗斯炼油厂袭击，使俄罗斯至少 17% 的炼油产能瘫痪，相当于每天110万桶。这个无人机系统部队的指挥官马扎尔·布罗夫迪，这个人也很传奇，大胡子，他好像还不是乌克兰人，他是在8月份呢，把应该是布良斯克俄罗斯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管道叫泵站给他炸了，结果匈牙利一怒之下对这个无人机系统部队的指挥官
马扎尔·罗布福迪进行了制裁，就不容许他到匈牙利入境。当然还有其他的制裁。结果乌克兰当然抗议了，乌克兰的外交部提出抗议。那这个叫罗布福迪本人那就更倔了，既然你制裁我，那我就再炸一回。所以他第二回又把这个棒炸给彻底炸毁了，导致俄罗斯往匈牙利这输送天然气只好终止啊。这个匈牙利就到处告状，告到欧盟，欧盟不理他，告到特朗普那儿，特朗普表示同情。按照乌克兰人的说法，俄罗斯人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再次调集了10万大军。虽然俄罗斯的这夏季攻势已经失败，但是他们马上就要展开秋季攻势，很有可能比夏季攻势更加惨烈。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叫格拉西莫夫，把他这大半年攒下来的装甲部队、坦克、装甲车，他这大半年里面，夏季攻势对乌军的进攻都是小股部队渗透，通过3-5个人的这种小组渗透，很少用这个装甲部队，所以他装甲部队、坦克、装甲车就保留下来了，压箱底。说这回啊，秋季攻势，这些装甲部队、坦克、装甲车都得上，预示着这个秋季攻势恐怕更加惨烈。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简短边境会晤后，将于乌日霍罗德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菲佐曾表示他带来了普京至关重要的信息。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菲佐找到泽连斯基，告诉泽连斯基，皇军让我带个话，普京让我带个话，就这意思啊。捷克宣布，捷克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转移至少150万发大口径炮弹，就是155毫米那个炮弹呢。捷克总理贝亚拉称，我相信今年我们将超过这个数字，我们还将继续在 F-16模拟器上训练乌克兰士兵和飞行员。这个美国明星叫席琳迪翁，他说啊，乌克兰的胜败将成为人类文明秩序与否的分水岭。乌克兰胜了，文明秩序依然稳固，强权不能破坏规则。乌克兰败了，人类1战、2战时期的巨大牺牲付出将付诸东流，人类将回归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这个恰恰是很多人支持乌克兰的最主要原因。乌克兰的胜败，也就是说侵略者的胜败，侵略者能不能得到奖励，是人类文明秩序与否的一个分水岭，一个标志。有很多人经常说乌粉、俄粉，这个俄粉肯定是有的，黄俄毕竟这个计划搞了很长时间，比如胡一静老师、加藤老师，还有很多人头部黄俄，他们对俄罗斯的爱是发自肺腑的，是发自骨髓里面的，这个很有可能从基因里面带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俄粉是有的，他们是真正的喜欢俄罗斯。当然了，这种喜欢很有可能是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病态，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俄粉是存在的，黄俄。但是乌粉我觉得应该是少之又少，就是说喜欢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和喜欢乌克兰这是俩概念，对吧？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不代表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都认可，不必然是乌克兰的粉丝。我想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很多黄俄正能量小粉小红他喜欢这个叫转移视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就是2022年2月22号之前啊，这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这乌克兰到底干啥的不太清楚吧？哪来的什么乌粉呢？所谓的乌粉不过都是些有基本的是非观、有正义感、支持文明、反对丛林社会啊。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40-50个国家毫不避讳，对吧？大声疾呼，站出来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为。世界上有据统计是3000多万个人给乌克兰捐款，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而支持俄罗斯的目前看只有朝鲜，就是公开以支持俄罗斯为荣的
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只有朝鲜，剩下的国家，即便他在支持俄罗斯，他也矢口否认，绝不承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道义的、不道德的。所以说啊，什么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泽连斯基说，他说我们正在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海陆空三军，它是实现和平的最大保证。当我们谈到对乌克兰安全保障时，已经有35个愿意的国家组成了联盟，其中26个国家愿意提供真正的安全支持，也就是派兵，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他说这些都是强大的国家，意大利当然也在其中之一。特朗普总统确认美国已准备好参与，这是泽连斯基说的。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发帖子，他说在巴黎参加志愿联盟关于安全保障的关键会议。冯德莱恩说，他说我们一直在推进3项核心任务。哪3项任务呢？第一个，将乌克兰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刺猬，也有人说叫钢铁豪猪，也就是武装乌克兰。第二个，说建立由美国支持的多国部队援乌机制。第三个是强化欧洲防务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和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欧洲国家为主的26国在会上正式承诺向乌克兰部署地面、海上或空中部队作为保障部队。这些部队将在未来俄乌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的框架下部署，不会部署在前线。目的是确保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和能力不受限制。他拒绝披露这支多国部队的规模。冲突停止那一天，安全保障将得到部署。马克龙站在泽连斯基身边，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马克龙什么意思？首先是俄乌要达成停火协议，那么这个志愿者联盟才会派部队。你今天达成停火协议，今天地面部队就入驻乌克兰。但是他的地面部队并不是部署到什么缓冲区前线，而是这部队是为了弥补乌克兰部队的就是不足。也就什么意思啊？也这一部队恐怕一个是负责给乌克兰培训、后勤保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后方的一些防御，这样好把乌克兰的部队啊解放出来，全部投入到前线。目前看马克龙说的话就这意思。那对这一点，那俄罗斯当然是坚决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对马克龙的这个讲话进行回应，说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所有进入乌克兰的外国军队都将被俄军视为合法目标，这个很霸气。当然他也说了，这是和平协议签署之前，你外国军队在乌克兰，那就会遭到俄军的打击。但同时普京又说了，他两头堵，和平协议签之前，你们要出现在乌克兰，那叫揍你们。那和平协议签完之后，你们就没有必要来了，都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我们俄罗斯人是最讲信誉的，最有企业精神。这个普京强调，如果未来真的达成结束冲突的和平协议，俄罗斯一定会遵守条约，不容置疑。那意思就是你再派外国军队在那儿，在乌克兰，那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对此，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说，俄罗斯无权禁止在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军队。这是在布拉格国际战略研究所防务峰会上吕特说的。他说这一决定只能由官方基辅做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看法？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自己决定如何保障安全。芬兰加入北约时未征求俄罗斯的许可，我们也是主权国家。如果乌克兰认为有必要邀请安全力量来支持和平，那是他的权利，吕特说。当然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普京说的意思是，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对吧？你外国军队在乌克兰，那就要遭到打击。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你外国军队就没有必要在乌克兰待着了，已经达成协议了嘛，停火嘛，和平了嘛。我们是最讲信誉的，这是普京的意思。结果吕特说，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军队，俄罗斯无权禁止。所以说来说去，北约、欧洲、马克龙、荷兰总体上还是相当软弱。你看司令官1万多人马上就派到库尔斯克，
就干上了。有什么？这些美西方除了谴责还能干啥？在乌克兰领土上出现别的国家，对吧？这个，比如法国的军队，这和在库尔斯克出现朝鲜的军队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人家朝鲜二话不说，人家派过去了，就打上了？这个欧洲到现在还在商量，商量完了还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再看派部队。确实这么一比较，非常软弱啊。但是乌克兰碰到这样的队友也没办法，只能扛。没有这样的队友又不行，全指望着美国那更不行。因为特朗普又准备给普京打电话了。但记者问特朗普：“你跟这个泽连斯基打完电话了，会不会给普京再打电话？”特朗普说：“那当然，我每次跟普京打电话谈的都非常愉悦，非常开心。”特朗普不厌其烦的给普京打电话，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9月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对一件事感到担忧，若对俄罗斯采取威胁性措施，恐将导致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走向破裂。报道还提到，尽管特朗普此前曾表示，若普京不结束战争，俄罗斯将面临严厉后果，但这位美国总统在私下里却顾虑重重，担心实际采取施压措施后，会让本就艰难的俄乌问题谈判彻底破裂。特朗普还在巴黎峰会上打电话怒斥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称此举助长俄战争机器。欧盟反驳，除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外，俄罗斯石油进口已大幅停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指控欧洲通过印度间接购买俄罗斯石油，甚至说乌克兰也通过印度购买燃油。巴黎峰会上，特朗普的这一番指责啊，一下让陷入混乱。欧洲官员纷纷认为特朗普不着调，认为特朗普要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恐怕没有指望了。认为他言辞多如行动。这个普京或许是为了稳住特朗普，吊特朗普的胃口，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欢迎泽连斯基到莫斯科跟他谈。而且这个普京还说，他将保证泽连斯基100%的安全。球又踢给了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如果泽连斯基不去，那特朗普有理由埋怨泽连斯基。你看看，人家也谈判，你要见面，人家同意你去，你为什么不去？你害怕我陪你去？泽连斯基说，我们支持任何形式的三边或双边会谈，但我认为俄罗斯正极力拖延进程。美国伙伴告知我们，普京曾邀请我前往莫斯科。在我看来，若真想破坏会谈，邀请访问莫斯科恰是妙招。我认为俄方开始提及会谈已算积极迹象，但至今我们仍未看到其结束战争的诚意。我认为高级别会谈应该是成熟务实的。这个泽连斯基还说，支持特朗普的所有想法，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谈判，要求立即停火，达成和平协议，举行三边或双边谈判。而克里姆林宫拒绝了所有这些举措。普京这2天在俄罗斯的远东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在这个论坛上讲话也很有意思。首先，普京他居然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面临天然气短缺。其实俄罗斯不缺天然气，远东也有，他那边库页岛都有天然气，他专门修了一条远东线啊，把天然气输送到大国。他这个时候跟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说，你们以后没有天然气用了，天然气短缺，但是不要急，不要怕，这儿有煤炭，也就是让远东地区的老百姓不要用天然气，用煤炭，说这个煤炭可以用900年。这说明什么？就大家仔细想一想，就细思恐极。今天上午咱们做了个节目，这个天然气管道，也就是俄罗斯人虽然天然气很多，但是现在也是勒紧裤腰带，自己人不要用，把天然气全部卖到大国，这叫出口创汇，卖到大国换钱呐。至于俄罗斯人，那就你用煤炭吧，
说明俄罗斯是急缺外汇。莫斯科时报报道，普京警告俄罗斯面临天然气短缺，恐怕不光是远东地区，俄罗斯其他地方恐怕以后天然气也得少用了，保障出口，保障换外汇。然后普京还说，他说不能只轻信那些乐于待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的人，还要依靠专家意见和自己的经验。就是普京在大会上告诫那些俄罗斯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普京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个梅德韦杰夫。因为你看俄罗斯除了梅德韦杰夫，还有谁天天待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吧？现在二哥卡德罗夫现在也不怎么发表意见了，就是梅德韦杰夫了，天天早酒一喝啊，完了之后就开始腰里憋2个核弹，逮谁跟谁来。所以普京痛定思痛，说不能听这些嘴炮的，这些嘴炮误国。当然了，俄罗斯也有人说实话，不全是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嘴炮。你比如说这个普京的侄女儿，他就继承了普京的这种敬爱说实话这个大优点。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普京侄女儿安娜·维斯利耶娃表示，他说得益于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已成为假肢领域的世界领先者。俄罗斯在该领域成就得益于数十万源源不断的残疾人，而且很快还有数十万残疾人，这简直是黑色幽默。但是这个是可信的，所以我说普京的侄女儿净说实话。为什么？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分到钢厂，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个钢厂有一个以前的钢厂，央企、国企，它都有自己的这个医院，附属医院。我们那个附属医院骨科居然在全国排第3名，就像这个普京的侄女儿说的，俄罗斯已成为假肢领域世界领先。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那个集团下面有2个，就类似于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这样的，专门往医院送断手断脚的。一个是材料厂，他们一不小心的手就被压机压到模子里面去了，那手就没了，赶紧连人带模子模具一把送到医院。那就是骨科啊，大夫给他把模子里面那些泥沙给他去掉，把他手找出来，已经压的早就变形了，还给他接上去。还有一个叫钢铁厂，还有一个叫运输部，就是小火车拉钢水、拉铁矿、煤矿、原材料的。那运输部的那些员工，他们就经常坐在火车的边上，一不小心腿就挂到树桩啊，或者这个铁路边上的什么水泥墩上，腿就挂掉了，赶紧又送到医院接腿。不是他们技艺多么高超，熟能生巧，恨不得隔三差五的就有一个人送去要接骨练出来，就这么简单。有稳定的病例，有稳定的患者，所以俄罗斯成为假肢领域的世界领先者，这绝对靠谱。受伤的达到将近100万，死的10几20万，受伤的断手断脚的怎么的得有50万以上。这50万以上人都要去截肢，都要去，要么就给他拼上，胳膊腿炸掉了，你就给他弄个假肢，让你去天天练，你也能成为专家。关键这个仗还没打到尽头，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每年都几十万往里送。所以说俄罗斯会培养出一大批假肢领域的专家，俄罗斯在这一块也会领先全球，因为它实战经验叫实践。但是话要说回来，这么巨量的残疾人将是俄罗斯经济的沉重的负担，迟早要拖垮俄罗斯经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